數學啦，因為我其他科其實成績都唔錯，但偏偏就係數學成日都會拉低咗我嘅名次，所以我就好抗拒數學，唔想去好認真咁樣對待佢。但嚟到6維之後，我發現喺好多嘅筆記同埋教學入面，我漸漸咁樣鍾意咗數學，開始唔抗拒數學，亦都令我嘅名次喺唔抗拒之下都有進步咗。我就係想多謝 Miss Kwan，因為佢喺我呢幾個月都唔夠1年，佢都係好用心咁教我。跟住我做錯咗，佢就都會再同我重新講多次嗰條題目點解我會錯，咁我都會知道點解會錯，咁我就可以去改善翻嗰樣嘢。